来看环境部上新公布的空污费率，新扣发调整甲本、二甲本等等这寡污染物的费率，有1286件业者会受影响，会当减少大约9000吨的污染物排放。有业者就认为，环境部应该有其他管制办法，毋是大概拢要对业者加来检讨。拍拼降低污染排放，空污费率新结构出来。甲苯甲二甲苯等有害空气污染物的费率也做调整。环境部有估会影响电力、钢铁、水泥等大约1286间业者，估计当年会当减少大约9000吨的空气污染排放。甲苯、二甲苯的这个费率，以前的费率是每公斤只有5块钱，其实坦白说是相对是偏低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把甲苯、二甲苯的费率大概也调整变成是10块到15块。环境部有估，当年空污费收入会当增加大约2亿6千万。也不过受到影响的业者真多，国内空污主要分成3大类，除了像工厂排放的固定污染源，也有境外污染加交通产业散源。政府应该多方面管制3大来源，若无替业者开刀，要达到空污减量实在是真有限。其实固定污染源在这至少10年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努力去做减量的这个动作，增加收费的部分确实对业者影响很大。新费率结构，互受到影响的排放大户，为原本的51间，搁增加到102间，达到153间。环境部大气司强调，收空污费只是手段之一，真正希望是业者会当减排。相关费率未来会继续评估成效，后续搁做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